今日帶大家去屯門新墟街市買餸，幫襯一個淨係賣本地菜嘅菜檔，就係呢度啦，新安菜檔。我叫珊姐，我呢個菜檔咧係賣本地嘅小農嘅良心菜。我開呢個菜檔咧係希望多啲人能夠認識本地嘅農作物，同埋食到我哋冇農藥、冇化肥嘅新鮮蔬菜。菜檔開咗4年，珊姐一直向區內小農購入靚菜。原來喺屯門藍地、掃管笏、下白泥一帶，有好多小農用天然方法種菜。不過除咗假日農墟，小農幾乎冇地方賣菜。好在珊姐出現，同小農55分賬開檔賣本地菜，即係話街坊喺呢個菜檔買1斤16蚊嘅菜，就有8蚊直接入小農袋。珊姐仲會入一啲好少見嘅蔬果，好似夏天當造嘅鳳眼果、馬來西亞嘅樹仔菜、降血壓嘅東東菜。佢仲會用香港買少見少嘅銀鏈嚟整銀鏈醬添，就係用呢個銀鏈咧做翻一個醬料嚟嘅。咁我就係用咗子薑、銀鏈、麵豉加冰糖煮嘅。咁佢個味道咧係酸酸甜甜嘅。我嚟蒸排骨啊、蒸魚啊、蒸五花腩都好好食嘅。如果食素嘅人士咧，可以我嚟就係撈飯啦，或者撈麵啦，咁已經好好味噶啦。不過珊姐話，如果農作物失收冇菜賣，嗰日就唔會開檔。收成好，街坊就有着數，因為珊姐隨時會送多幾棵菜俾你，仲唔快啲帶定個環保袋嚟買餸？